層出不窮。我只係想搶平機票去多幾次旅行啫。唔想俾人呃，就要學識點去防範騙徒。防騙第一招，揀官方渠道或者信譽良好嘅商家。揀官方渠道或信譽良好嘅商家買機票，自然可以安心啲，唔驚俾人呃。防騙第二招，認識網銀安全 ABC。一旦見到可疑帳號警示，有至少10秒俾你停一停，諗一諗，睇清楚警示內容，同核實收款人身份，有懷疑就要取消轉帳。防騙第三招，利用守望者網站或防騙視伏 App 分辨真偽。見到可疑網站，可以用守望者網站或防騙視伏 App 查核，見到安全先繼續使用。睇清楚賣家背景，自然安心啲啦。仲有幾種針對網購嘅電騙類型。銀行公會提提你，學識防騙攻略，免招損失有保障。